再来看这台版林旧年的政策自从实施了后，是因为发放等等的问题引起真侪乱象。行政院昨就宣布后学期就要来停办啊，也毋过即马屏东县府煞决定要继续办，因认为讲即个林旧年对偏乡的囡仔来讲，就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，所以要继续由地方来供应。另外呢，亲像新北市等等县市的政府也做伙来出声，希望中央会当拨钱来帮助地方继续来办。学生甲曾牛顶的冰桶刚登去教室，因应逐班拢有牛顶，家己前2礼拜前才得到民间管的冰桶和保龄袋啊，没想到行政院19说喊停，宣布后学期开始停办。对我们讲都很错愕，那我们也期许是希望说中央这边能够继续，是不是用来我们补助的方式，让我们这种班班有鲜奶可以喝的政策能够持续下去。台湾有牛奶是因为订购发放和保存这问题引起真侪乱象，但是家长和学校认为讲，政府应该思考改善流程，不是停办。地方嘛发话讲，中央较紧把资金提出来，让地方继续办。都会区我们用兑换券的方式，边乡用专案运送的方式，让班班有鲜奶能够达到。洗好你们的手。到美劳教室前排队。公布通知讲，来领保久年，林牛顶在市区可能是真事常的代志，但是对屏东偏乡的学生来讲，虽然因为所在伤远啊，业者只会当来送保久年，但是对学生补充营养，同款是真有帮助。停办令一出来，学校烦恼学生的成长会有增差。弱势的比例改到8成，相对来讲。我们的家长对健康的知识、营养的知识都普遍的都不足。小朋友呢，在有一些营养品的部分，家庭的提供是不足的。透过教育部的这个政策呢，有补足到钙的吸收跟其他的营养素。屏东做一个农业大县，青牛顶的年产量差不多有7万多吨。考虑到学生的健康和帮助劳动产业，屏东县府要继续办。有90%以上学校有意愿续办，因此除了争取中央相关补助之外，县府也会持续推动各校冷藏设备的采购，那也会承担相关的费用。县府评估，台湾有牛奶一年需要的经费差不多3100万，会拍拼争取中央的补助，嘛会承担相关费用。后壁阁会做滚动式的修正，来调整适当的发放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